喺澳門繁華背後，邊個可以諗到仲保留有原始村落，甚至可謂係貧民窟？路環聖方濟各街中段背後嘅平民村就係其中之一。上世紀50年代，為咗解決基層居民居住需要，澳葡政府將路環西南角平民村交由天主教教會管理。當時由主教高德華帶領，依山建咗好多平房，廉租俾經濟困難人士。呢度叫做路環平民村，我哋細嗰時叫做平民屋。咁佢呢度咧就有10街嘅。當陣時嚟講咧，一間屋即係叫做一個單位就好細嘅。佢亦都係冇廁所啊，各方面嗰啲就有個廚房仔啊，就俾大家細路生活。咁就有個公家嘅廁所啊，條件就唔係咁好噶啦。喺居住環境啊各方面嚟講，但係佢勝在咧就大家住咗喺嗰度咧，就鄰里守望相助啊，亦久而久之形成一個小嘅社區。去到後期嗰度咧，就有啲澳路環啲團體咧覺得話都幫助佢哋咧路啊修整下，嗰啲欄河啊啲做下咁子，亦都闢咗一個空間咧，就有啲娛樂設施俾佢哋咧。除咗屋企入邊之外咧，有個公共空間嚟到大家喺度課餘公餘時間嚟到休息下。平民村原本有10條街，約100間房屋，但經歷社會發展，時至今日，該村仍存在，但唔少原居民已經遷出。除咗路環平民村，現時石排灣公屋群附近一帶，以前亦都係平民村。石排灣公屋群前身為豐宜石礦場，喺1972年投產，住喺附近嘅居民亦都為生計投身成為礦工。石礦場係邊個位置呢？就而家擎天匯同埋呢個石排灣嗰個居屋嗰個附近嗰度呢，側邊嗰度呢有個地方呢。當陣時呢，政府亦都起咗一啲屋，就叫做平民村或者平民屋咁樣呢，就俾啲有需要嘅人士呢就喺度居住嘅。因為我哋澳門當陣時嗰個社會啊，亦都冇現在咁豐裕呢，就冇話社屋居屋嗰啲咁靚嘅地方，就只能夠咧就做啲平房俾嗰啲有需要嘅居民咧，就喺度暫時落腳，就喺度住嗰啲咧。因為佢隔離有個石礦場，好多咧就順理成章咧，就石礦場嗰度有需要人手咧，亦都喺嗰度招攬。咁佢亦都樂意去有啲生活啊，又有啲工作咁子。好多時有工作嘅，大家都樂意去做。唔理佢咩工作，譬如石礦場又好，或者我哋路環當陣時好多馬路要開闢啊，或者我哋叫做做泥工啊，各方面咧都吸納咗一部分人咧，就以此為生。時移世易，昔日澳門好多地方都有平民村，但大部分都早已拆去並重建成新廈，唯有路環嘅平民村仍保留舊貌，靜靜咁訴說昔日嘅故事。